好多家長都會擔心小朋友長時間打機玩 iPad，驚佢哋玩上癮或者亂 download app。其實 iPhone 同 iPad 都有內置實用嘅家長監護功能。下面我哋一齊睇下相關設定步驟啦。拎到新機之後，我哋首先要幫小朋友註冊屬於佢自己嘅 Apple ID，打開設定，撳自己嘅 Apple ID，喺家人共享選項入面揀新增成員，幫小朋友開賬號，之後按照畫面指示填寫小朋友嘅資料。填寫所有資料之後，畫面會提示開啟購買前詢問功能同尋找功能。全部步驟搞掂之後，小朋友嘅 Apple ID 就完成設定。我哋隨時可以喺家人共享版面查閱。只要小朋友嘅 Apple 設備登入呢一組 ID，各項家長監管功能就會即時生效。跟住我哋一齊睇下設定完成之後，家長監護功能嘅實際情況。當小朋友需要付費購買遊戲嘅時候，一定要先向家長提交購買申請，家長手上嘅 Apple 設備就會彈出小朋友申請購買 App 嘅通知，家長可以透過通知查看呢個 App 嘅詳情，再決定批唔批准小朋友購買。只要家長撳拒絕，小朋友就唔可以付費下載呢個 App。除此之外，家長亦都可以透過家人共享功能，限制小朋友用電子產品嘅時間。我哋同樣喺家人共享版面，屏幕時間撳停用時間，入完密碼之後就可以設定限制用設備嘅時間段。喺設定好嘅時段入面，小朋友嘅設備會自動鎖晒所有 App。如果想繼續用，就一定要獲得家長同意。授權方式分為輸入密碼同發送請求兩種。小朋友發送請求之後，家長可以直接喺設備上揀不允許，或者批准小朋友繼續用15分鐘、1個鐘。大家亦都可以透過 Apple ID 設定禁止小朋友訪問兒童不宜嘅內容，喺家人共享版面為你的家庭推薦。入面有好多適合一家大細嘅功能，包含分級保護控制。透過呢個功能，我哋可以篩選小朋友瀏覽到嘅資訊，例如進入 App 分頁可以設定小朋友能夠用 App 嘅年齡限制。如果選擇13+，咁遇到兒童不宜嘅 App 時，App Store 就會顯示無法下載。其他內容都可以用類似嘅方式完成設定，為小朋友建立安全網。總括嚟講， Apple 嘅家長監管功能涵蓋範圍十分全面，仲有好多設定等大家探索。希望透過呢一啲功能，幫到各位家長更加了解小朋友嘅情況，給予正向引導，幫助小朋友健康成長。如果大家有操作疑問，或者想了解更多關於 iPhone 嘅玩法，歡迎向門店工作人員查詢。